講起香港娛樂圈嘅模範夫妻，影帝劉青雲同埋前港姐冠軍郭藹明，佢哋嘅愛情故事簡直係童話咁浪漫，令人羨慕到讚。佢哋喺1998年拉埋天窗，恩愛咗足足27年，係圈中公認嘅神仙眷侶。郭藹明自從2006年淡出幕前之後，就一直深居簡出，甚少公開露面，搞到唔少粉絲都好掛住佢。不過呢，最近有幾張相喺網上瘋傳，竟然意外曝光咗佢嘅最新近況。究竟佢有幾靚？靚到連網民都激讚佢少女感十足。等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啲獨家花生啦。話說近年，劉青雲同埋郭藹明呢對模範夫婦，竟然拍住3屆視帝黎耀祥同埋佢太太一齊去咗內地四川旅行。呢個組合真係勁到癲，4大巨星同框，簡直係百年難得一見。佢哋喺導遊嘅帶領下，去咗峨眉山、樂山大佛等好多著名景點觀光。雖然當日天公不作美，落住雨，搞到佢哋要著住雨衣出巡，但係完全冇影響到佢哋嘅心情。兩對夫婦臉上都帶住甜美嘅笑容，樂也融融，睇得出玩得非常開心，幸福指數爆晒燈。最令人驚艷嘅，莫過於郭藹明嘅超高顏值。雖然佢今年已經57歲，而且雙入面係素顏上陣，但係佢依然美艷動人，皮膚質素高到令人難以置信，簡直係逆齡生長嘅最佳證明。加上佢甜美嘅笑容，望落去真係少女感十足，完全唔似一個年過半百嘅人。啲網民見到照片之後，個個都留言大讚，紛紛表示郭藹明嘅天生麗質真係無得輸，仲話佢係凍齡女神嘅典範，甚至有人話佢比好多後生女都更靚，完全係實力派美貌。劉青雲同郭藹明嘅愛情故事真係再次證明咗愛對人，每日都係情人節。佢哋喺娛樂圈呢個大染缸入面，能夠一直保持低調同埋恩愛，真係好難得。郭藹明為咗家庭淡出幕前，但佢嘅美貌同埋氣質依然係咁出眾，證明咗真正嘅女神係唔需要靠舞台光環去點綴嘅。佢哋呢次嘅旅遊照片，唔單止展現咗佢哋幸福嘅生活，更係為我哋帶嚟一個充滿正能量嘅啟示。真正嘅幸福係可以喺平凡嘅生活入面，一齊享受最簡單嘅快樂。大家又點睇郭藹明呢次嘅素顏靚相？你哋覺得佢嘅美貌係咪真係凍齡？佢同劉青雲嘅愛情故事，邊一點最打動你呢？快啲留言講低你嘅睇法啦！如果你哋中意我哋呢啲咁有深度又貼地嘅名人故事同埋娛樂圈猛料，記得俾個讚好，訂閱我哋個頻道，再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任何最新嘅花生新聞啦！